两位兄弟平安，咱欢喜真欢喜，耶稣已经过我，所以咱即摆来唱一首，哈利路亚，又过我，正是102首，咱唱一摆啊。 容易，耶稣已经过我，所以咱准备心，三个来敬拜主。各位兄弟平安。当咱要开始今早起的敬拜，请咱将咱的手机关机，将这个时间分别做成归予上帝，安静心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
死啊，你的胜利伫倒位？死啊，你的毒气伫倒位？死的毒气是罪，罪的威力是对律法来的。感谢上帝，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互咱得到胜利。咱即是来吟圣诗102首，哈利路亚！伊有国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时，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至人民的天父，阮伫你面前，向你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主，你对着阮每一日的看顾。感谢主，你对着阮每一个时刻的保护甲引带。主，阮人生的脚步伫你的手中，求主你帮赞看顾阮，互阮遮尔大的恩典，会当诚侪你的囝儿。主，阮向你献上阮深深的感谢。主耶稣，阮来到你的面前，伫圣的主日，伫国外的日子。阮要大声来承认阮的罪。主啊，阮知，阮伫日常的生活当中，阮有做代志得失着你，阮家己无了解。无论是显明的罪，无论是隐密的罪，阮拢恳求上帝，你一一监察，嘛恳求上帝，你互阮明白阮的罪。阮恳求主，你帮助看顾阮，阮来到你的面前。承认阮所有的罪过，求主你的圣神光照阮，互阮看清看清楚阮心内无好的所在。求主你来帮助看顾阮。阮嘛恳求上帝，你来赦免阮拢总的罪过，因为阮知，尤其是伫今仔日，伫主你国活的日子，阮的确知，阮嘛确信，因为你的国活，阮的罪拢会得到你的赦免。因为你伫十字架顶悬所流的宝血，要洗清去阮一切的罪过。求主你帮助看顾阮，主啊，阮求你洗清去阮拢总的罪过，赦免阮的罪，互阮会当清气徛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来帮助看顾阮。主耶稣，伫今仔日国外的日子，互阮搁再一摆来思想你为着阮顶十字架死国活的意义。主，阮知十字架是荣耀的记号，互阮会当了解，伫阮人生当中，
阮所拄着生活当中的十字架，嘛是阮的荣耀，互阮改变阮的想法，会当了解主你亲自用到你本身来做阮上介好的模范，互阮会当看见伫生活痛苦的当中，伫生活不如意的时阵，虽望是阮的十字架是一个重担，总是主阮知，当阮顶伫这个十字架顶缘，阮甘心顺服伫主你的引带时，伊就成做阮荣耀的记号。求主你来帮助，看顾阮，互阮的信仰更较坚定。爸爸，阮感谢你，这个时阵，阮压落伫你面前，阮要为着阮的兄弟的需要来恳求，求主你来看顾吕春梅姊妹，嘛看顾张志宏弟兄，更较求主你保守杨志强、郑美玲因夫妇，嘛看顾尤冠军弟兄以及戴双如姐妹。求主你看顾因的需要，因的欠缺，求主你甲因三个一地，互因10分平安。上帝你诚侪因随时的帮助。主啊，我嘛恳求你，甲阮三个一地看顾阮所徛起的台湾。上帝你，互阮即个土司诚做一个公义的所在。求主你来帮助看顾阮，嘛互阮即个世界有和平，互阮会当平安来过日子。求主你帮助看顾阮，主阮感谢你。这个时阵，阮要恳求上帝，你教阮三个伫地，求主你赏赐阮智慧，开启阮的心神，会当明白牧师所要正道的内容，加做阮的帮助。嘛，特别恳求上帝，你甲牧师三个伫地，互伊今仔日所分享的真理，加做阮性命的帮助。主，阮感谢你，感谢主你对伫阮的引带、看顾。甲保护，即时阮要用个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愿光归上帝，上帝，愿光圣教圣心，三位上帝，三位人在地内，将来永远我地内，无穷无尽。阿门，阿门。这是咱的启用，今仔日的启用文是第3篇，嘛是诗篇第2篇，显着咱三甲来交托。启用文第3篇，列国是安怎做声势？万民是安怎计划空空的阴谋？地上的君王得败阵，统治者斗阵计谋。要对抗上主甲伊选立的君王，因讲，咱来讲喙压制咱的担。错断捆绑咱的手，上主坐伫天顶在笑，踢笑因的阴谋，伊生气甲因警告，发生地互因惊吓。一声，伊讲，伫我的圣山锡安，我已经设立所竞选的做王。君王讲，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伊甲我讲，你是我的囝，我今仔日生你。对我求，我要带列国，互你做领土。我要将列国，互你做领土。将全地互你做产业，你要用王的铁拐，甲因讲喙。亲像讲飞气，讲甲喙糊糊。正君王啊，着谨慎。统治者
着接受警戒，着用敬畏服侍上主，用惊吓克服其以下的，则免伊起圣地，互恁伫路中灭亡。因为伊会随时发受去。一声，做上主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这时，咱要来恭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路加福音》第24章第1节到12节。我来读，咱先来看台语和日本。礼拜日透早，天要光的时，遐个妇人人带因所准备的香料去墓地。因看到石头已经对墓高开，就入去。毋过找无主耶稣的遗体，因为着即项代志硬去。因毋知要安怎的时，忽然有2个人穿光影影的衫，徛伫因身边。这个妇人人非常着惊，面趴落涂骹。迄2个人甲因讲：“恁是安怎伫死人的中间得找活人？伊无伫遮，伊已经搁活。恁着会记得伊还伫加利利的时，甲恁讲的话：人子一定会受出卖伫罪人的手，互因钉十字架，第3日搁活。”遐个妇人人就想到耶稣的话，因离开墓转去，将这个代志拢对11个使徒甲其他拢总的人报告。对使徒报告这个代志的，就是莫达拉的玛利亚、约翰娜、雅各的老母玛利亚，以及其他甲因做阵的妇人人。使徒想讲，这个妇人人所讲的话无影无迹，所以无相信。毋过彼得起来，走去墓里，压落去看，只有看到幼抹布尔，伊就转去，对所发生的代志感觉真奇怪。我过来读和合本。7日的第1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为这事困惑的时候，忽然有2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非常害怕，就俯伏在地上。那2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要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的。他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3天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于是他们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把这些事告诉使徒的有抹大拉的玛利亚、约亚拿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跟他们在一起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俯身往里看，只看见细麻布，就回去了，因所发生的事而心里惊讶。愿上帝祝福听咱伊的话，过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诗班来学老。诗班今仔日要学老的是军队光的人主曲。
耶稣甲门徒来到一个所在，叫做克西马尼。伊甲门徒讲：“我去遐祈祷，恁踮遮坐。”伊就带彼得甲西比泰的两个囝做伙去。伊悲伤，非常痛苦，对因讲：“我心忧伤到要死，恁踮遮甲我做伙警戒、警醒。”伊行较进前，面趴落去，祈祷讲：“我的爸啊，若会当求你，互我免啉即个杯，毋过毋是照我的意思，着照你的旨意实现。”
后来彼得都将耶稣交予因去顶十字架，耶稣出来背家己的十字架，来到迄个叫做头壳碗的所在，希伯来话叫做各各他，因伫遐甲耶稣顶伫十字架。以外有2个人甲伊做伙顶，一边一个，耶稣伫中。
礼拜日透早，天还袂光，莫大粒的玛利亚去墓地，看到墓口的石已经散开，伊就走去找西门彼得，搁去找耶稣所听迄个门徒，甲因讲。 有人将主对墓里赶走，我毋知因甲伊藏伫倒位。伊就甲迄个门徒就去墓地，两个人做伙走。迄个门徒比彼得走较紧，先到墓里。伊压落去看墓内，看到幼麻布藏伫遐，不过无入去。西门彼得最后嘛到，入去墓内，伊看到幼麻布藏伫遐。 嘛看到包着耶稣头壳的棍，无甲幼麻布放做伙，更地另外放。先到望迄个门徒嘛入去，看了就信。 咱感谢诗班真水的学老。这时，咱要请林牧师来正道。牧师今仔要正道的题目是：伊无伫遮，已经搁活了。兄弟平安。今仔是过活节，一个不只是干那纪念，搁较是一个充满愿望甲能力的日子。咱来到伫教会，咱是要来缅怀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的死亡。
乃是要为着要来敬拜一位对死搁活、搁永远活伫的咱的救主耶稣基督。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文，互咱搁一摆来徛伫咧即个搁活的即个早起的即个坟墓的进前，甲着遮个妇女使徒同齐，因来伫遐安尼亲目来见证一件改变历史，也改变咱性命的迄个真理，就是伊无伫遮已经搁活。遮个妇女安尼带着即个香料，安尼准备为着耶稣的即个安尼要来膏伊的即个膏抹伊的即个身躯，用着即个香料因为因想讲拍算讲，当安尼耶稣的身尸当已经臭去，所以因是怀着即个安尼悲伤，甲着迄个疼，迄款安尼的心来到伫即个墓前，却无拍算因所迎来是一个真，互因会通讲真着惊的代志，就是即个坟墓是空的，主的身躯当无伫遮，天使讲伊无伫遮，已经过啊，爱会记哩伊伫家里哩的时怎样甲咱讲的话，即个。对伫咱来看，尤其是安尼面对死亡的时阵，咱会感觉讲死亡是一个咱讲据点，但是伫基督徒来看，死亡毋是据点，乃是一个逗号。坟墓空的，多好来证明耶稣伊太赢即个死亡，安尼讲胜过即个死亡。伊开启咱的生命一个新的一个，咱讲会讲一个新的一个篇章。过去咱面对死亡，死就是死，就无盼望。咱伫咧圣经内面嘛有看见，不管是迄个拿因的寡妇，是侪遮的包括约瑟路，伊的即个安尼即安尼面对着约瑟路的即个死亡的时阵，伊。心内是只有绝望，但是今仔日咱所看见，即个坟墓已经空去，拄好，搁一摆来开启咱一个生命迄个新的篇章。咱无迄个死亡无搁再是据点，乃是逗号。检测咱有当时，咱伫咧面对咱的生命的时阵，咱拄着侪遮个困境、苦难的时阵，咱的生命。有可能咱犹原是徛伫咧某一个墓的即个坟墓的面前，咱伫迄个中间，咱拄着咱生命内面的迄个困境、迄个挑战的时阵，迄个困境甲挑战，那亲像是咱的坟墓共款。咱伫迄个中间，咱感觉失落，咱感觉安尼绝望，甚至咱感觉迄个关系，到即个时阵已经破裂。咱的身体会迄款的病痛，但是主会过搁一摆来甲咱讲，伫上帝的面内面无恶情的事，所以迄个过活毋是突然的，乃是伫迄中间要搁一摆来见证上帝为伊要安尼的确成就。所以咱伫咧今仔日咱所听到即个经文内面讲起着天使伫遐讲起讲。咱着应该记起即个主耶稣伊伫咧加利利的时阵，伊所讲的话。所以因为主耶稣伊就已经早伫咧进前，伊就已经预告伊将要拄着的代志，伊要受死，搁伊3日要过活即件代志。所以天使毋是伫遐讲一个讲，他不是在天使不是在讲一个新的言语，或是说一个新的话语。咱是咧提醒咱爱会记哩主伊所讲的话。所以兄弟，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伫咧，尤其是咱拄着这困境、恶担当的时阵，包括伫咱的身体有任何这痛痛、病痛的时阵，咱也有会记哩上帝的话啊无？伫咱咧失落的时阵，咱敢有安尼？
将主的话来起安尼讲掠条条，上帝对咱的迄款安尼应允。主耶稣伊嘛捌安尼对咱讲，伊讲，伊讲，因为上帝有讲，我袂离开你，嘛袂放下你，因为我绝对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你。所以咱有安尼迄款安尼迄款的确信，就是就算讲咱今仔日咱拄着任何的困境挑战的时阵，主已经早就已经讲了，我绝对无离开你，嘛无放下你，我绝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你。所以咱爱会记得时常。会记得上帝话，互上帝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咱的帮助。所以咱着爱时常来去想起着主的话，互咱会通成做迄个国外的见证人。即个妇女伊伫遐想起着主耶稣伊所讲的话的时阵，因就一个开始改变。所以因一个想起来，因就开始改变一切。因虽然伫咧迄个，咱讲伫咧伊。当初时的迄个社会的迄款的处境，因妇女的地位是卑微的，是互人安尼感觉讲看唔就嘛的，甚至是因所讲的话，人无甲伊当作是真的。有当时讲伫咧经文内面讲说他们所说的话是胡言乱语，但是上帝却拣选这群妇女，互因成做迄个第一批的迄个国外的见证人。上帝时常爱使用这个人看唔上目的，人看做安尼看袂起的，但是上帝要使用伊。当咱会记得上帝的话语的时阵，迄个咱会记得迄个记忆，就成做咱的信心的迄个火箭同款，互咱。当迄个上帝话，搁一摆伫咱的心内，互咱想起来时，就点到咱的迄个点亮咱的心啊，点到咱的迄个信心的迄个经济。因这个妇女伊想起着主耶稣对因所讲的话的时阵，因就伫咧迄个时阵，因无有做其他的代志，随时因就安尼起身转去甲这个门徒来报告。咱嘛伫咧今仔经文内面会肯看见，因随时安尼起身转去甲对门徒报告，但是门徒听了的结果是啥？无将因所讲的话当作是真的。有当时咱所讲的，咱所传的，甚至伫咱的生命内面所经历到的，但是迄是咱的经历。当咱伫遐咧人传的时阵，人讲你讲的无影无食，因为迄毋是伊所经历着，但是迄却是咱亲自咱家己所经历着。所以，即个国外规个即个信仰是建立伫咧迄个，咱讲建立伫咧迄个上帝话，成做咱的基础。个信心是当咱会记得，个相信主伊的话的时阵，迄个信心的轨迹就伫咱的生命内面来产生。个咱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咱伫遐不断伫遐来经验去经历着迄个信心的轨迹，伫咱的生命内面伫遐不断伫遐来成长。个迄个咱会通看见，迄个规个迄个要成做一个见证者的人。伊毋是讲伊有什款的资格伊安尼无在伫咧讲伊是偌尼强的人，还是讲伊是多么强大的人？乃是介在伫咧，咱是毋是有甲迄个国外主三拄的迄款安尼的性命？因为咱无法度去见证迄个咱无经历到的。咱无法度去见证迄个咱无去拄着的代志，因为当咱当咱去见证迄个咱家己无去拄着，咱无去经历咱家己有去实践着、去经验着的，咱所讲的迄款的话，
认真讲是无力的，是互人一听就感觉讲啊，这无影。但是今仔日咱若有咱伫咧领受着上帝的话，佮咱真正去经验着即个国外的主踮伫咱的心内的时阵，咱所讲出来迄款的见证是要强而有力的。所以今仔日主佮一摆来呼召咱，伊呼召咱去甲所有人来伫遐来讲耶稣国外，甲你的隔壁人讲耶稣国外，耶稣伊真实国外。耶稣伊真是伫我的心内过啊！咱不断伫遐安尼来见证的时阵，主的迄个国外性命，要伫咱的性命内面来安尼讲彰显出来，要来伫遐彰显。因为当咱安尼伫遐不断来伫遐来人见证的时阵，咱会通看见，就是迄个见证主国外是对咱每一个人开始的。因为当咱哪见证，就咱伫迄中间哪侪经历；当咱伫遐哪管、哪讲、哪传的时阵，即个国外注意迄个国外的性命，就要伫咱的性命内面不断来伫遐来彰显。所以咱会通看见一个、迄款安尼、迄种咱讲强而有力的迄款信心的迄款安尼的信徒。伊是对开始迄个怀疑来开始，咱会通对伫即个温度啊，因所活出来迄款安尼性命。即其他的温度听见着即个福音人对因所讲的话讲啦，他说以为是胡言呐，以为是胡言乱语。但是有一个人无共款，伊听了，虽然伊感觉讲发生啥物代志，但是伊做一件代志，就是伊听见了，伊走去坟墓，伊伫遐看见了，伊伫迄中间，照咱今仔经文讲，他只是感到惊奇，感到惊讶。有时咱嘛会亲像彼得共款，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咱所拄着的。啊，有侪咱对咱所拄着，咱的性命哪会安尼的时阵，咱有侪的迄个犹疑、怀疑，包括有足侪迄款安尼的困惑，甚至咱毋敢相信。有当时咱甚至咱会感觉讲是安怎我会拄着即款安尼的代志？但是上帝无拒绝迄个敲找伊的人，哪怕我们还在争执的当中。挣扎的当中，我捌分享过我的查某囝，伊伫咧失恋的时阵，伊安怎对上帝伫遐来讲，我要得到答案。咱拄着代志的时阵，咱毋是讲当我就安尼再过来呢，直接躺平，乃是咱伫迄中间来敲吹。彼得伊伫迄中间，伊听见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代志的时阵，伊是走去墓里，伊要去看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当咱拄着任何的这困境挑战的时阵，咱是毋是要来到伫上帝面前，伫遐来主讲主啊，我要来答。有当时迄个答检测毋是咱所期待的。也有可能毋是咱伫咧面对着咱的迄个生命，迄款安尼拄着迄款的处境的时阵，咱所期待迄款安尼迄个答案。但是咱有迄个欢喜，透过犹豫伫迄中间来去敲吹上帝，伊要对咱讲啥物话？伊伫咧互咱拄着遮个代志的时阵，伊到底要爱咱伫迄中间？来伫遐安尼学习着什么款的代志？国外的信仰是一个过程，伊是对迄个咱讲，伊是对迄个犹豫到找着，伫咧找，也佫对迄个找着的，伫咧挑找的时阵，伫遐来感觉惊奇，佫对迄个惊奇一直到相信。
这是一个咱的迄个国外的信仰，迄款国外的迄个信心的一款的迄个过程。咱伫迄个中间，咱毋是讲我伫遐摇移了，我国外我就从此就躺在那个地方。咱是伫迄个中间，我有摇移，但是我伫遐无确信，但是我伫迄个中间，我伫遐来敲锤，我伫遐来着惊，我伫迄个中间来确信。就算讲迄个毋是照着我所期待的，但是我伫迄个中间来欢喜，来伫遐来相信。伫咧咱今仔日下早即个朝阳礼拜时阵，我有去讲着，咱的信仰，毋是伫咧迄款安尼，咱已经拢安尼找到咱的所有的答案，咱才来相信。咱是透过着咱所相信的，咱伫迄中间会对咱的主有搁较侪的人脉，互咱会通伫迄中间来去经验着即个主，伊是照着即个圣经内面所讲的。甲着照咱所信的，伊是一个迄个各真各活的主。所以，兄弟，各活毋是一个事件安尼尔，各活是一个邀请。虽然说今仔日游玩活地，伊要行入伫咱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伊要改变咱的迄个信念，甲着咱的愿望，甲着咱的未来。安尼，咱是毋是有欢喜来接受主伊对咱的迄款咱的邀请？咱无搁再停留伫咱的迄个安尼旧的迄个绝望的内面，咱是靠着咱的主同齐来进入咱的迄个生命的内面，咱的进入伫咱的邀请着主来进入伫咱的新的生命内面，咱是毋是有欢喜安尼来接受主伊对咱的迄款安尼邀请？第二，咱无搁再是迄款安尼知影伊过我，但是哪像伊的过我甲我无关系。咱无搁再是干那知影伊过我，乃是咱要甲伊同齐过我。有的人，有的基督徒虽然知影咱的主过我，但是迄个所活出来的生命，犹原是死的。他做爱主，搁一摆来邀请咱无搁再是干那只有知，乃是咱要甲主同过啊，来领受伊国外迄款安尼的生命。第三，咱爱亲像安尼遐个妇女，甲着即个彼得同款，诚做迄个见证人，互搁较侪人因为咱来知影主真正国外，要安怎互人知影主真正国外？咱会通透过咱的即个咱的生命内面的这个实践，来不断来去安尼透过咱伫咧敲吹，咱伫咧经历即个主，伊伫咱的生命内面过活了，咱就要安尼真正互主伊的迄个话语，主伊的生命伫咱的内面来活咧。也就是迄个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迄款安尼的信仰。主耶稣会过啊安尼不只是干那拢一个过去发生的迄个生命，乃是伊今仔日犹原过活，伊要改变咱人的生命的迄款安尼的真理。伊安尼，咱要怎样来将即份即个国外的愿望活伫咱的每一个的生命内面？我想有几项咱会通安尼来去成做咱的过来咱的实践。第一个，咱会通来活出一个国外迄款咱的信心。当咱伫咧面对着迄个安尼，咱的人生中有侪咱看起来那亲像是死局，是咱所看起来是已经那亲像一个坟墓共款。迄个有可能是你的困境，有咱的困难，咱的伫咧咱所拄着的绝望，也是咱的迄个痛痛的内面，咱毋通袂记哩。大主已经赢过死亡。搁咱伫咱每一届咱的选择的时阵，咱会通选择相信主伊对咱的迄款安尼应允。咱伫遐选择伊对咱的应允，就是活出一个搁活搁信心的迄款安尼行动。安尼咱要怎样做？咱会通透过着每一工用着安尼。你伫咧领受上帝话语的时阵，用着你伫逐工你所领受上帝话语，你
用一节上帝的话语，上帝伊所应允的，伫迄中间，诚做为着你家己来打气，将你伫遐讲主啊，但你毋是安尼，你伫过去你毋是安尼讲嘛？但照着你所应允的来应允伫我的心上，咱透过安尼来去实践主的话语，互基督踮伫咱的内面。第二，咱会通用着即个安尼主的话来成做咱的准则，上帝的话爱成做咱的准则，互咱所活出来，真正会通活出迄种真正有基督的香味，迄款安尼的生命。咱要安怎做？咱会通亲像，咱会通安尼将咱安尼将主的话安尼来甲伊活出来，吼，就亲像遮妇女共款，因伫遐安尼想起着主的话了，因就伫迄中间来产生信心，因就伫迄中间无惊人讲啥物话，因就伫遐来勇敢来传，因伫遐安尼要来互上帝话成做因生命的准则。伊伫遐会去你上帝话主的话了，就伫迄中间来产生信心。伊过来咧，咱会通透过着咱逐工的读经默想来主的话了，咱将咱所默想的。咱伫咧咱心底底下，咱讲浮现上帝伊对咱所讲的，咱就伫迄中间来记录上帝的话语，来当做咱每一工的迄个习惯。咱伫咧面对着咱生命内面最遮混乱的时阵，咱会通发现上帝的话，伊就要跳出来，来成做咱生命内面咱心中的迄个光。所以咱会通安怎做？咱会通每一工来固定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的时间。我毋知咱过去咱拢安怎做。牧师检菜是一个真固执的人，我若决定要做一件代志，我就一直甲做落去。我伫咧读新人院的时阵，我决定讲我要真正照时安尼逐工来参加早祷会。参加暗祷，我就真正逐工安尼参加早祷、参加暗祷。这是我的学弟甲我作证，搁伫咧后壁的好几届的神学院的学生会内面，伫遐讲起这个代志。这是落尾手我听人讲的。咱是毋是有欢喜将咱的一日内面，将一段时间分别做成？就算讲只有干那10分钟，咱是毋是有欢喜将这10分钟分别做成，来将上帝的话，咱固定有一段灵修的时间，来安尼将上帝的话语来伫咧咱的安尼记录一句话就好。咱甚至毋免亲像咱的尊仔兄共款，咱的尊仔兄伊是伊是抄圣经。咱检查毋免甲抄圣经，如果可以，会通开始来抄圣经，搁较好。因为当你一日咧抄的时阵，上帝的话语就伫咧中间一点一画开始刻画伫咧你的心内。但当你伫遐拄着困境、拄着挑战的时阵，主伊的应允、伊的提醒，就伫咱的生命内面来浮现。第三。咱着应该爱成做安尼一个国外的见证人，咱爱将咱的迄个生命来活出来。咱会通想象，咱会想象讲，迄个讲的比安尼做出来吼，安尼会通拢将信用活出来，比讲的吼，比讲出来搁较有说服力。真侪人会讲。牧师啊，你伫咧台仔顶讲，你家己有做无？这也就是安怎？牧师常常爱讲，我做互你看。牧师只能做的是，不仅仅是讲给你们听，而且要做给你们听，甚至要死给你们看。上帝的话是牵伫咱安尼去经验。毋是干那咱讲的，是互咱真正会通伫咱的生命内面活出来。因为迄嘛是我家己亲身的见证。
所以咱会通伫咱的家人当中，咱要安怎来去做？会通透过迄个安尼信用啊，咱所活出来，咱伫咱的生命内面，互人看见国外的主。你要安怎伫你的家人内面？有的人安尼啊，无法度互咱的家人来信主，因为咱爱好好来反省讲，是安怎我活出来迄个生命，无法度互我的亲人来信主。我是安，我伫咧我的公司、我的工作顶面，互人无法度互人来看见我，就来将一切荣光归伫主。我是安伫我的朋友中间，我所活出来的生命，无法度互人吸引人来讲啊，你的迄款安尼的生命，我嘛要爱。咱透过咱安尼，咱的家人、咱的同事、咱的这些朋友，从来开始。互因伫咱的生命、咱的心上，会通看见迄个国外的主。这就是安怎牧师捌提起讲，咱有迄款安尼迄个迄款的决心嘛好，也是讲咱有迄款安尼咱讲叫做讲迄款的肯定，讲你看见我就如同见基督一样。所以咱会通安尼好好来。做什么款的操练，咱会通为着咱的身边的即个尤其伫咧伊的生命当中的迄个低谷，伊伫咧刚好他在这个生命当中的低谷的人，来为伊祈祷。咱会通为着伊安尼来伊伫咧伊的生命内面，伫遐咧说袂出来，咱来为伊祈祷，来送上一副那个盼望的一个话语，送上一句盼望的话语，讲。主耶稣爱你，他已经复活，他会带你走出黑暗。将上帝的话、上帝的应允来安尼送互即个你所关心的人。透过安尼一点一滴，上帝的话要真做气力来帮助即个人，也搁因为咱讲出来，就咱也伫迄中间来伫遐来实践来活。就咱要看见一个无共款的迄款安尼的生命，迄款安尼的影响力伫迄中间来安尼彰显。第四，咱会通安怎做？咱会通安尼接纳咱生命内面的遐个征兆。牧师伫咧前两礼拜讲起着即个信仰的迄个马赛克的即个拼图。咱伫咧咱的妇女事工部咱的咱的七星中会妇女事工部，咱的南阳区的联谊会，伫咧聚会的过程邀请到刘光忠医师伫咧中间来分享，也有去讲起着咱的生命内面有侪会咱安尼拄着迄款心内有侪犹豫，也是咱感觉讲。真侪压力，也是咱感觉讲，咱生命内面有侪遐个破碎，咱是毋是有伫遐来欢喜来接纳咱迄个破碎的生命？搁一摆来互亲像彼得共款，伊伫迄处在迄款咱咧怀疑甲着迄个惊讶的迄个过程当中，伊无伫迄中间来伫遐来灰心，伊伫迄中间安尼。伫遐，伊欢喜来去敲找，咱嘛伫迄中间来去敲找即个国外的主，互伊的生命真正会通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彰显。咱也会通安尼，搁一摆来看见讲，咱的生命内面虽然有不完美、有不美好的所在，但是主伊并无责备咱。当彼得伊伫迄中间，伊伫遐三遍无认主的时阵。当主伊拄到伊的时阵，怎样讲？伊只有敢若讲，你有听我无？养饲我的小羊。主伊无伫迄中间来责备，反倒动用。兼讲，主伊袂伫迄中间来动用咱嘛，来使用咱嘛。所以咱会通安尼将咱生命内面侪咱的迄种安尼疑惑，咱
安尼邀义，咱甚至会通伫咱的祈祷内面来向主真诚实来甲主祈祷，讲主啊，我对即件代志我有侪的邀义，邀请主伫咱的生命内面赐下伊的亮光，互伊真正邀请主踮伫咱的迄个进入伫咱迄个挣扎的心中，来赐下伊的亮光。所以，兄弟，咱伫咧国外主。安尼，咱伫遮来安尼，咱讲纪念主国外的即个日的时阵，咱毋是干那知影主伊国外，咱也要伫迄中间来去经验国外主伊的生命，来踮伫咱的中间。咱搁一摆好好来回想，伫咱的生命内面有啥物款？伫咱的生命内面有哪一些的坟墓，似乎是让你感到失望，让你感到绝望的？安尼，主国外的即个事实，要怎样去改变你的看法？要安怎来改变咱的迄个看法？第二，咱最近咱是毋是有犹原，抑阁有会记得主伊对咱所讲的话？搁倒一句经段是你伫咧最近你感觉上重要？你若当你伫咧心内有迄个上帝话，伫咧你的心内伫遐来浮现的时阵，你是毋是会通伫迄中间来向主讲主啊？但你伫我心内所讲即句话，你要对我讲啥物话？你是要爱我伫即个中间做啥物款的代志？啊，是你伫迄中间要对我有啥物款的提醒？第三，咱的信仰内面是毋是犹原抑阁是处在那种怀疑？啊，是咱已经处在那种惊奇？啊，是咱已经伫迄中间来选择相信？咱到底是伫咧倒一个阶段？兼有倒一个人安尼是咱通来向伊来分享耶稣已经告我即个好消息的？当伫咱的心内，圣神伫咱的心内伫遐来浮现，讲咱要对伊来讲，主耶稣已经告我即个好的消息的时阵，安尼咱就毋通消灭圣神对咱的感动，咱就爱伫迄中间啊，安尼找机会。若无机会，咱来向上帝祈祷，讲主啊，求你为我安尼开一条路，互我会通伫迄中间来向着我即个朋友，也是我即个亲人，我的即个同事来向伊来讲起着主已经告我即个好的消息，伫遐来甲伊分享上帝伊怎样去改变我的生命，迄款安尼即个福音，互因伫遐有机会来接受着基督国我即个生命。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咱会通搁一摆来去安尼好好啊来去经验着即个主国外迄个生命，但无搁再是干那知影，乃是咱真正会通真正活出主国外迄款生命，踮伫咱的中间，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我满心感谢你，透过你不断圣神伫阮的心内来对阮来讲话。也是你透过侪方式来对阮所提醒的，恳求主圣神亲自来做工，互阮无搁再是停留伫知影主你过我，乃是阮欢喜来伫迄中间来经验着主你过我的生命，但已经踮伫阮的心内，互阮真正会通活出迄个主你迄个国外的生命伫阮的心中，互阮伫阮的日常的生活中，阮甲人的即个互动，阮的待人处事等等所有一切，主，阮要伫迄中间来领受主你国外的生命，互阮有一个无共款的改变，互阮会通伫迄中间领受主你的国外了的生命，会通来诚做影响阮四周围，阮所接触到的人，因的生命也要领受主你迄个国外的生命。愿你的神不但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会通安尼诚做主你所欢喜使用，互阮伫咧毋若是干那看见，互阮也会通伫迄中间来相信，
搁毋若相信，搁会通伫迄中间来宣扬助力国我即个真实的即个事。伫阮的日常的每一日，阮将阮所有正兄弟恭敬交托伫主，愿你施恩赐福保守引带带领阮头前的路站。安尼恳求祈祷，靠主所叫圣名。阿免。这是咱要来成人礼要来邀请到咱的两位的即个要来受洗者杨志强甲着郑美玲伫咧因来到伫台前的时阵，咱来吟圣诗354首，圣诗354首，请咱来吟第1节到第2节就好。转过来。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讲话了后，还袂像天的大仙有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是因守，告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下落尾。第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个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安尼亲像迄时安尼彼得叫人来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但我也安尼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当恁要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话。杨志强。郑美玲，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安尼要安尼行无？这时请咱所有正兄弟来起立。麻烦你那个头巾先拿开。
杨志强，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圣美玲，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高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但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南洋小会的权柄，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我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儿女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因，求你用圣神降落伫因顶面来坚固因，也用恩典守护因，互因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拄着试探的时保护因，互因会精进。信仰的好精进，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搁因会一世人来服侍你。愿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会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也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道路，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求你，互阮会晓完全来反悔，带阮倒转来归你，对答了后做你尽忠的奴仆。我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伊有救赎伊有教示阮安尼的祈祷。愿要安尼来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你的。我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互阮入去，就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愿主的圣神时常来充满伫恁。这是咱要来接纳请咱所有的小会员以及咱。遮个退任的小会员来接纳，恭喜！不，怎么变过来吼？志强甲美玲吼，因是夫妇吼，安尼因伫咧咱安尼，特别是会理长老甲着咱的关怀部安尼对因的迄个关怀，特别是伫咧因伫咧安尼拄着困境的时阵，因伫遐欢喜来安尼来挖靠主，也安尼就经过安尼。这一阵的日子了，因决意要来安尼接受洗礼，咱也伫安尼看做好，也因也有安尼去上过即个信仰的课程了，因家己嘛对主有真侪经验，甲安尼真丰富的即个领受。迄届安尼伫咧迄落问道会时阵迄落志强兄伊讲的比阮问的较济所以咱安尼欢迎因安尼进入伫咱的教会内面，好，请坐。这时咱要来即个信仰个别甲着即个成人迄个更新礼的部分，请咱游员共款来吟圣诗354首，来吟第30到第40的部分。
也来请咱的即个更新礼，甲着即个迄落，咱的信用个别是尤冠军老师，更新礼部分是曾雅柔、曾子荣，咱请因来来到伫台前，咱来吟圣诗，圣。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才会徛伫咱的面前，是已经伫安尼别个宗派受过洗礼，也是伫咧因细汉的时阵已经受洗礼。今仔日要伫即个时阵要来行即个信仰告别甲更新礼，来告别因的信仰。通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主所听的尤冠军、曾雅柔、曾子荣，恁已经安尼受安尼恁已经伫咧别个宗派，以及细汉的时阵已经受洗礼，连结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已经。安尼手术互恁以及互恁伫遮来长大成人。今仔日恁伫上帝甲众人面前，要来承认恁的信仰，甲着恁的父母伫恁替恁所告别的迄个信仰，来归属伫伊，来献家己互伊，也重新来誓约，要来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讲，所以，既若伫人的面前认我也伫我的天年的爸的面前认伊。所以我伫遮也来劝勉恁，恁着来告别恁的信仰，恁告别恁的信，请来回答我牧师所问的吼。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咱的子龙是神话一哥。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啊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当恁已经受伫细汉已经受洗礼，也是伫咧别教派接受信仰，只是恁家己来告别恁的信仰。我倚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南洋小会的权柄，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着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上。阁有应允要保守伊到落尾，主，阮感谢你，对尤冠军、曾雅柔、曾子荣所施落的恩典，阮也伫遮来感谢你，互教会对即个接纳因就近上帝的欢喜，
愿感谢你，因为因个别因家己的信仰甲着受洗，你互因有分伫基督的体。愿感谢你，因为因有得到信仰的培养，以及伫生活得到好的帮助。愿恳求你赦免因拢总的罪，因即时要奉献家己互你，求你用着你的恩典来接纳因。因就近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血的时阵，求你互因会得到你的疼，来有份伫你的恩典。主啊，用你对顶面来的能力保护因，互因永远属伫你，日日伫圣神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的国的内面。愿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时，咱要来接纳，请转过来。好，恭喜！请咱的小会员也来接纳。冠军老师吼，真侪人拢捌伊吼，俗称冠老，真侪人拢知影伊叫冠老。冠军老师安尼，今年退休嘛吼，是今年退休的嘛吼，还是去年？算去年哦，去年底退休吼。冠军老师安尼伫咧，伊不管是伫咧安尼伫咧工作的时阵，是讲伫咧安尼厝内，伊拢有做真好的基督徒迄款安尼的迄款性命，特别咱若有甲伊接触，咱就知影伊服侍伊的老爸的迄款的心吼。我会用想象讲，会用安尼讲，伊真正超过足侪人的吼。伊对老爸迄款安尼迄种包括迄种吞忍，甲着安尼耐心安尼照顾，所以咱看。安尼会通认真讲，会通真做咱真侪人真好的模范。安尼雅柔子荣吼，是咱这个碧光长老的千金跟公主吼，公子，不是公主。吼安尼吼，因安尼欢喜来安尼，家己来定心告别因的信仰吼，伫咧因细汉的时阵，老爸母替因所告别的。当这个时阵，伊伫众人的面前来告别因的心，所以咱也伫迄中间来接纳因，加做咱正式的会员所以子荣他这么年轻他再过来他是有选举权的好咱安尼欢迎因。好，这时咱要来领受圣餐。请咱来吟圣诗，圣诗366首，圣诗366首。我
伫迄边的会员拢过来吼。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传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见那着我担重担着就跟我要互恁得着安息。我就是换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跟我的人，我决断袂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个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夜肉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记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伊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会也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上帝。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稣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也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也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若伫咧别个教派已经领受洗礼，咱欢迎拢会当伫咧咱中间同齐来领受主的圣餐。若是你还未洗礼，咱就毋通收。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人已经领受洗礼，也是伫咧别间教派洗礼过，无摕到饼的无？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着今年来纪念伊，请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捧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当咱接到杯的时阵，请咱默祷，求圣神伫咱的心内来感谢咱，看咱有啥物安尼得罪主的，咱也伫这中间来求主赦免，互咱会通对主的话来得到称许。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伫新约，伫耶稣基督的会设立的。既然伫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
做朋友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故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原来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使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这时咱要来收杯。咧收杯的时阵，咱来吟圣诗366首。第3节。这时，请咱起立，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主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山中复活，上天，当作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
请李恩清执事甲方美珍执事来书献。这是咱要来颁发信德奖学金吼。信德奖学金就是咱教会为着要鼓励咱的细囝吼，伫下会当有真好的学习吼。咱有迄个做细囝吼，拢真拍拼吼，有得到这个奖学金，咱即摆要来颁奖吼。第一个是国小组吼，国小组吼，颁奖进前吼，哇塞，你们好自动。感谢主，感谢主这个也要感谢咱的迄个建民执事啦吼，伊是总干事吼，真认真吼，咱特别感谢。我有念到的要举手一下哈。曾宇良，好，李宣慈，好，确定你有来了哈，黄允丽，啊，张馨瑜。没来哈，好，再来曾宇爱、林信谦、李信慈、张怀安，没有来，怀安没来哈，好，怀安，再来是郑俊杰，好。好，这是国小组的部分了哈。好，国小组的部分来，我们请李长老来帮我们颁这个奖啊。
好，一起看前面，一起回来。好，恭喜啊，恭喜！好，小朋友向左转，起步骤。好，过来是国中组了哈，国中组3名哈，庄宗仪、林以谦。好，以前本来是彩题哦，好，好，这个请郑长老。地丢了，郑长老，我台语无讲唔对哈。也是真长老。好，来一起合影，看前面。来，站近一点，靠近一点。好，恭喜！再来，高中组有2位哈，黄瑜珍跟庄涵。乔恩，等一下，好。这个我们请冯长老。好，再来是张少忠长老夫妇纪念奖学金，这个是1位，那这个是有这个布施老师哈，所以我们特别请布施老师来帮我们颁那个，庄乔恩。好，恭喜！再来是大专组哈，我先请教一下林子佑有没有来？没有哈，好。那我们先念大专组哈，黄瑜杰有回来吗？有哈，好，黄瑜杰。再来曾子欣，再来林子堂，没有呀？好，林子佑也没有。好，你来请陈长老出来领奖，不是请你颁奖，本来是要请你颁奖，因为无转来请你领奖哦。好，这个咱请牧师。一次给吗？理解，恭喜，子欣。你也摕人香薰。好，恭喜！好，恭喜！好，这是咱来看本周的金句哈。本周的金句，咱做伙来读台语的部分。来，伊无伫遮，伊已经告我，恁就会记得伊要伫家里你的时，甲恁讲的话。路加福音第24章第50到第6节。好，过来咱来读和合本哈，和合本。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要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的。路加福音24章6节。好，咱即时来报告，毋知有第一届来到咱当中的无？
那个，我们倒数第2排的弟兄有来过吗？有了哈，拍写。那个是。哦，真的哦，那要介绍，在这边蔡胜忠蔡弟兄是不是？好，来，蔡胜忠长老夫妇。来，蔡长老，您站起来一下哈，我们认识一下哈。好，还有太太哈。太太一起。好 ，OK， 谢谢，好，欢迎。四恋姐边啊，一位。好，四恋姐旁边这一位。有来过吗？怎么没有什么印象？等一下，他大名叫什么？柯金波柯弟兄，好，欢迎。哦，我们记住了哈，柯金波柯弟兄，好。倒数这边倒数第2排这位。大家好，哦，是张弟兄，请问大家安尼有记字了吗？记住哈，这个蔡胜忠蔡长老夫妇了哈，那个柯金波柯弟兄，张福兴张弟兄，哦，那这个我们要介绍一下，因为您都来第2堂是不是？哦，好。但是对我们很多人在座是新面孔。林云成啊，林姊妹啊，林云成林姊妹哈，要记住啊，记住啊。好，欢迎啊。好，还有第一届的无介绍到无哈？好，都有介绍到了哈。好，谢谢。那个谁于真的朋友。于真的朋友，来。于杰啦。于杰，你安尼讲于真的足紧张的哈。于杰的朋友，来帮我们介绍，请于姐帮我们介绍一下。抉择。学者。学者，阿妈讲学者，做学者就对了哈。安尼真好啊。尊姓贵姓？吕学者吕学者，好，欢迎你。好。好，咱这时来看周报哈。报告事项，今仔是咱过一个主日吼，咱有举行圣礼典甲成人洗礼吼，看到明仔有爱餐吼，所以请兄弟一定要留步吼。这个爱餐吼，唔知影人吼，掠准是一般爱餐，这唔是哦，这昨暝吼，邦俊啊，搁放美长老，搁带青少年吼，昨暝就伫这个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备菜。为什么一边流着眼泪？因为切洋葱。他们没有流，我在旁边都快流了哈。尤其是方梅长老，地家我好厉害啊！很用心啊！那个所有的食材都是自己买的都自己备的哈。那个中药材我有亲自看到他放下去，是真的中药材很用心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下来一起享用。第2点就是咱迄个奖学金的部分我就不再报告请大家来过目。咱嘛当下请兄弟为着这个奉献的部分来奉献鼓励咱的细囝。第3点就是下主日是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传播基金会会派陈宪仁牧师来请安正道第4点就是咱的所得税的申报迄个奉献证明已经拢放伫咱的实体奉献袋内底咱兄弟通来家己摕倒转去。具体消息的部分就是，请咱通为着328缅甸大地震来关心甲奉献第2点请兄弟来过目。第3点就是有迄个灵修一日游这个是即次中会常年部所举办的欢迎咱的松气来参加。第4点就是6月7日伫南城精英酒店。有这个基督徒联祷会欢迎兄姐报名。第5点甲第6点
欢迎咱兄弟来过目。大道属行的部分吼，即咱兄弟同啊伫咱拄啊牧师有讲啦吼，每天祷告吼，跟上帝亲近，迄个过程咱从这大道的属行吼，甲上帝来祈祷。过来就是咱顶周的聚会出席的部分，请兄弟来过目。过来下一个礼拜的侍奉的兄弟吼，请咱备办心。上尾即个过期部分吼，嘛请兄弟来过目。若是有拍毋对的所在，则找干事来做更正吼。毋知牧师有补充无？这平安。咱今仔日等的迄落礼拜三吼第一件代志等下则请受洗礼者咱同齐来献上。好安尼哦，好无要紧有诶留咧，就咱就献吼。那迄个另外就是咱迄个等下伫咧门口的所在有即个复活节的这个彩蛋吼，咱遮一人摕一粒吼。那过来就是咱等下有爱餐牧师节的时阵要小可介绍一下爱餐的意义吼。咱平常时爱餐食就食吼，但是即届因足安尼咱讲足特别去准备的吼，所以较等下咱会去食到一寡较特别的物件。第一项就是芥子酱，吼，这个芥子酱吼，伊是地中海的迄个饮食吼。这个芥子吼，就是咱讲挂那种咱挂菜剂有无？那个东西以代表信心的艺术，所以它是象征着那个虽然是那个一点点，但是它会有那种那种成长100倍它是像那个芥菜，像挂菜剂共款，会通安尼大长，亲像树共款，会用互迄个鸟伫咧面顶来歇。所以内底有一项物件是芥子酱，芥子酱伊用啥物来底呢？用咱的圣餐杯底。所以圣餐杯你等下用了爱摕转去用袂使早走迄是教会所以迄落请咱咧用的时阵嘛迄落就用小心用啦吼。过来就是迄个芥子酱创啥呢？它是互你沾面包。所以它等下有那个法国面包，你沾那个法国面包沾芥子酱头拄咱已经有安尼已经伫咧圣餐内底，所以这个面包的艺术就是咧沾着这个芥子酱，就是象征讲我们不再是我的我啦，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你咧食的时阵，你就要纪念你要知影讲这是咧食啥意思那我们用新的生命去承接从上帝而来的那种信心所以吃了以后我们就要提醒自己，那我们要靠着主并且靠着主，那相信主的话语，那使我们的这个信心更加安尼增强。过来有一项是足用心的，我从来唔捌看过讲原来红酒炖牛肉用了那么多的红酒。我是实在是说真正是叫做阿婆吹碗粿真正是迄落我迄天我昨昏去看的时阵，惊死遐济真正是叫做不惜成本。红酒炖牛肉两个一个就是牛肉的部分牛肉咱知影，咱伫咧献祭的时阵是赎罪祭一样的东西所以咱食红酒炖牛肉的时阵，咱就伫咧心内来向主祈祷，讲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过来，迄个红酒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迄个牛嘛是即个咱伫咧民数记内面的迄个赎罪祭咧用的物件，咧象征替人的罪来死。迄个葡萄汁的部分就是象征人洗净人的罪。所以今仔日拄好咱是过活节，所以咱用耶稣来安尼，迄落诚做迄个咱讲迄个那个牛肚一样用着即个葡萄汁诚做伙用着伊的疼来洗清咱的罪，所以咱就沿路食，咱就求主赦免咱的罪食了，你的罪就赦。佫有我还袂讲了后壁真正是今日阿婆吹碗粿，真正是一道搁一道，后壁搁有一个羊肉那羊肉是伫咧迄个咱
主耶稣迄个最后晚餐内面会一定会有的物件吼。这是伫咧搬过节吼，因为咱知影主耶稣伊伫咧即个最后晚餐是伫咧逾越节吃逾越节的晚餐，所以伫咧逾越节时阵，伫咧即个以色列传统的顶面啊，用着迄个那个羊羔吼，也是讲出世无偌久的吼啊，伊的血来涂伫咧咱的迄个门楣，所以伫咧出来记记内面，安尼因啊，即个灭那个。要抬大囝的这个天使就越过去吼，所以这个出生的羊羔吼，而且这个羊羔吼是爱那个是最好的，不能有任何的这些那个瑕疵吼，所以代表着讲，咱对待以后，咱是用着咱迄个上好的迄个性命，咱讲最好的吼来献给神吼。咱的用咱的上好，咱的全人的性命，咱的财情来献予咱的主。所以咱沿路食的时阵，咱就爱知影讲，咱吼是主耶稣安尼诚做迄个羊羔代替咱的罪，受定死吼来承担咱的罪，但咱也伫迄个中间来安尼领受上帝的即个恩典。所以会通借着咱今仔日的即个啉食，要安尼，互咱会通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互咱会通安尼得到迄个专心属伫上帝，上帝国度的即个身体，甲着性命来承接上帝对上帝来的迄款安尼的信心，来进入咱迄个得到上帝迄个永远活的迄个性命，搁互咱会通提出迄个上好的来献予咱的主，迄个守护咱迄个永远活命迄个主，咱的上帝。祝福咱每一个咱的兄弟咱安尼拢会通安尼，伫咧啉食的时阵，咱犹原有安尼的领受，得到上帝的施恩赐福满满。咱感谢主。所以伫咧食的时阵，咱嘛会记爱谢念为咱备办的即个邦俊黄美长老以及咱的青少年因昨安尼哭哭啼啼的为我们预备的哈。以上。好，多谢牧师。这时咱来吟圣诗祝福的诗吼，咱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第一遍唱台语，第二遍唱华语。愿主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信心安慰，我的分享主的听堂，亲像长老我水，希望不忘你看见主的光。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灵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梦里黑夜里显曙光。咱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你，伊代代无煞。阿免。请坐，
咱用祝福这条诗歌，咱彼此来祝福。请咱兄弟咱较等下，咱就来到伫即个总庭的所在，咱要准备咱的爱餐的祈祷，也请4月份的寿星来到伫咱的即个